裕民坊及同仁街封閉後嘅公共運輸安排。乘客篇：為配合觀塘市中心 2.0 項目嘅地下管線改道工程，裕民坊及同仁街會於2026年6月28日凌晨0時正起封閉。請大家留意最新嘅公共運輸安排。巴士篇：現時設於裕民坊嘅18條巴士線將會遷往鄰近嘅巴士站。首先 1A、13D、13P 以及89號巴士線將會遷往裕民坊公共運輸交匯處，往油尖旺方向嘅 1A、13D 及 13P 巴士線將會改喺裕民坊公共運輸交匯處6號閘口，往沙田方向嘅89號巴士線乘客將會改喺裕民坊公共運輸交匯處2號閘口。1號閘嘅跨境巴士站將會改為同站上落，乘搭 13M、23M、28B、95M、619、N293 及 N619 巴士線乘客可改到物華街西行近裕民坊公共運輸交匯處入口位置所新設嘅巴士站候車。乘搭 14B、16M、606、606A、606X 及641巴士線乘客可改到協和街北行近同仁街路口位置所新設嘅巴士站候車。往沙田站嘅乘客，89X 巴士線將會遷往觀塘道西行近駿業里，與80X、83X、88X 及 89C 巴士線共用同一巴士站。乘客亦可透過巴士公司嘅手機應用程式查閱最新嘅巴士站位置及路線安排。小巴篇：裕民坊嘅小巴站將會停用，乘搭 62S 及 501S 通宵小巴線嘅乘客可改到協和街北行所新設嘅小巴站候車。的士篇：裕民坊原有嘅的士站將會停用，乘客可改用 APM 創紀之城5期，或改用物華街嘅的士上落客點。前往海匯及裕民坊商場嘅訪客可以使用海匯1座及2座上落客位置，前往海匯嘅訪客可以使用海匯3座及5座上落客位置。封路初期，公共運輸資訊服務大使會着住綠白色背心，提供現場協助。市民亦可以透過鄰近大型戶外橫額瀏覽最新公共運輸安排，並預早規劃行程。